台湾林美燕一开始即阵，第一市长进前所答应的老旧球场改造、加载行李活动中心活化等案，因为卡伫各局处无协调好势，造成建设空档，质疑市长的诚信。接续着强烈推荐南区昆新里美丽红树林以及当地企鹅爱产业资源，希望市府好好开发活化，让这个秘境串联安平，成为后一个四侧绿色隧道，来成功带动观光人潮。会中迈向市长黄伟哲提高改造计划书。我们希望打造全新的昆新的观光，红树林的资源，还有我们的一些养科，这些都是我们双重的资源，双重的秘境啊。我们希望能够比照市场观光遗嘱法的模式，来跟就是带动我们地方，同时可以养科，同时也把人潮带进来，这样子我们医观里才会活化起来。市长，你认为呢？这你觉得好 OK 吗？我觉得很好啊。那您刚刚提到这个秘境，我们会请这个议员您再跟我们的一起会看，然后把它建设起来，这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资源。我希望市长在能任内，你必须要再一次留下一笔。这个所长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我手上的有四昆村红树林水上市集，喜欢等人改一下计划书。宁愿我们上网渔业的养护就是协进会，他们用心的去规划。我把这一本书计划书送给市长，你好好的看。OK。南区出身的议员林美燕会长嘛进一步针对干务局去年6000万的回馈金，不过包括周边的南区昆新里、甲安平区4公里拢无啥收费，所以议员要求市府一定要专款专用，将建设回馈金按比例提拨来落实伫地方发展的需求。台南新闻军旗林英庚采访报道。